大腸癌篩查計劃參加者須知。完成登記後，每位參加者都會獲發一份參加者資料包。每個資料包裡面分別會有2支採便管、一個大膠袋連同化驗表格、2個細膠袋、一本參加者手冊同一張採便指引。檢查好資料包入面嘅物資齊全後，就可以開始準備採便。開始之前，我哋會講解返一啲注意事項先。首先，採便管必須放喺陰涼嘅位置。另外，我哋亦要留意返樣本收集箱嘅地點同開放時間。全個篩查過程總共需要完成2次採便，除非遇到長假期，一般建議喺週末開始進行首次採便，喺首次採便4日內完成第2次採便。注意，千祈唔好喺痔瘡出血同肚瀉嘅日子採便，可能有機會影響結果㗎。首先，我哋需要預先準備盛載大便嘅物件，例如垃圾袋、容器、報紙等等。準備好盛載大便嘅物件後，將物件放喺座廁上，然後開始排便。排便後，扭開採便管嘅蓋，用採便管內嘅採便棒沾喺大便表面嘅上下左右塗抹，直到大便填滿棒尖上面嘅螺旋槽為止。請注意，只需要將大便填滿棒尖上面嘅螺旋槽就足夠，過多或者過少都有機會影響化驗結果。完成後，將採便棒放入採便管內，然後將蓋扭緊。喺採便管表面上寫上採便日期，並確保標籤上面嘅姓名正確無誤。之後，將已經填好日期同貼有病人標籤嘅採便管放入小膠袋內並緊密封，存放喺陰涼處。然後喺資料包內取出第2支採便管，重複以上步驟。請留意，2次採便必須喺4日內完成。最後，將採便管同化驗表格放喺大膠袋內，並以不同間隔分開，裝好後密封。然後，盡快將樣本交返去衛生署收集箱。醫務中心會喺參加者交還樣本嘅1至2個星期內，以電話通知篩查結果。如果有任何其他問題，歡迎隨時同我哋嘅姑娘聯絡。